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。睇片之前呢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多謝晒啊！走了，没反击，没反击，没反击！哎呀，我的左手没反击，我了！各位觀眾，如果你而家都覺得五一假期想去玩下刺激嘅項目，鬆一鬆心情，但又擔心安全隱患，呢個故事可能會令你心頭一沉。四川華書市馬騮岩探險公園本來係一個以高瀑布同峽谷聞名嘅地方，瀑布落差超過200米，被人讚做川東第一高瀑布，吸引好多遊客嚟打卡挑戰極限運動。點知5月3號下晝，一個16歲嘅女遊客劉某某體驗瀑布台柱呢個高空項目時，發生咗一宗令人痛心嘅意外，送醫途中不幸離世。小編作為報道者，都覺得呢件事唔單止係個別事故，更反映出極限運動背後嘅安全管理問題，值得大家深思。事發當日，網上流傳嘅片段顯示，劉某某穿住黑色上衣同短褲，戴住頭盔，披住藍色披風，旁邊有2名穿紅色馬甲背心、標住重慶探險營嘅工作人員協助。佢被慢慢推向前方，滑輪開始滑行。接近欄杆位置嘅時候，就聽到佢連聲驚呼：冇拴緊，冇拴緊！聲音好清晰，好驚慌。但工作人員呢，似乎冇即時阻止或者重新檢查，就繼續俾佢滑出去。結果一越過欄杆，背上嘅繩索忽然脫落，佢成個人從高空墜落，撞向崖壁，現場好慘烈。據目擊者講，佢落地後全身係血，工作人員慌忙救人，但最終送院途中都救唔返。呢段短短嘅影片已經喺網上瘋傳，網民睇完都好氣憤。有人話明明聽到求救，點解唔停手？呢個轉折真係令人脊背發涼。大家不妨諗一諗，如果你係現場嘅遊客，聽到女仔大叫冇拴緊，你會點做？會唔會覺得只係佢膽小，定係即時拉住工作人員？呢個問題其實係對每一個追求刺激嘅人嘅提醒。馬騮岩探險公園今年3月中先開咗呢啲高空項目，包括大擺檔、雲端天梯同懸崖飛拉達。瀑布台一次收費398蚊人民幣，擺弧達300米，聽落好吸引。但係開業先個零月呢就出事，令人懷疑設備檢查同員工培訓係咪足夠。華市官方5月5號通報，初步認定係企業生產安全責任事故，已成立調查組，相關責任單位同人員正依法處理。公園由5月4號到10號停業整頓，相關部門亦都會同家屬處理善後。呢個數據好震撼，因為極限運動本來就高風險，但如果管理鬆懈，就變成奪命陷阱。小編翻查過往類似案例，發現極限運動事故唔係第一次發生。2020年左右，全國每年安全事故就有2萬宗，其中好多同網紅項目有關。例如貴州花崗峽谷大橋嘅無繩蹦極測試就出過意外，浙江杭州有男子蹦極懷疑未綁繩就跳，韓國商場高空彈跳，工讀生忘記扣安全扣環。69歲婦女直接墜地身亡，天津水上公園2000年蹦極，保險繩放得太早，導致2名學生重傷癱瘓。呢啲舊事重提，係想大家明白安全從來唔係兒戲。四川四姑娘山都出過登山滑墜事故，有遊客私自穿越被終身禁入，提醒戶外活動一定要守規則。再講返今次事件，劉某某年紀輕輕，只有16歲，應該係趁5一假期同家人或者朋友出嚟玩，點知一時衝動就付出生命代價。片中工作人員穿嘅重慶探險營背心顯示係外判團隊，但現場似乎冇做到雙重確認機制。消防部門之後都提醒，極限項目一定要有雙重確認，絕對唔可以省略。網民討論得好熱烈，有人話景區為咗吸客，盲目推高風險項目；有人批評員工漠視遊客求救，純粹為錢。呢個故事轉折咧，好似一記警鐘咧，敲醒大家刺激背後係生命安全。數據顯示，中國極限運動市場近年增長快，但係事故率亦都高。如果唔加強監管，類似悲劇仲會重演。
想象一下劉某某墜落前嗰一刻嘅恐懼，佢大叫冇拴緊時，工作人員如果停一停檢查一下，結果會唔會唔同？呢個問題互動大家一齊諗，下次玩極限項目，你會唔會自己檢查3次安全裝置？會唔會要求工作人員當面確認？小編覺得遊客自己都要有安全意識，唔好自靠運氣。馬騮岩公園地形險峻，峽谷落差大，瀑布高達168米，本身就係高危環境，加上新開項目，設備同培訓更要嚴格。官方通報咧雖然冇講細節，但係網上片段已足夠令人反思成個行業。繼續講，呢類事故唔止影響一個家庭，更打擊旅遊信心。五一假期本來係出遊高峰，四川好多景區都人山人海，但出事後馬騮岩停業，其他地方遊客都會多問一句安全問題。過往新疆景區吊橋斷裂死傷多人，河南景區過度開發扶手電梯被質疑都係管理漏洞嘅教訓。習伯伯都多次強調安全生產唔可以以犧牲生命換經濟。小編希望透過呢段報道，呼籲相關部門加快調查，公開更多細節，俾公眾安心。同時，景區經營者要記住安全第一，先有可持續發展。再深入分析，極限運動如瀑布台台、蹦極、滑索，本質係挑戰人類極限，但係設備老化、員工疏忽、遊客準備不足都係隱患。劉某某事件中繩索忽然斷裂，顯示可能冇定期檢查或者安裝有問題。重慶探險營回應話正配合調查，但細節冇透露。網民呢，有人分享自己玩類似項目嘅時候都被叮囑膽子放大，但係安全唔可以靠運氣。數據震撼係全國每年極限運動相關傷亡案例唔少，特別係五一國慶假期高峰期。希望今次能夠推動全國景區安全標準提升。各位，生命只有一次，追求刺激可以，但係安全底線絕對唔能夠掂。劉某某嘅故事係一個轉折點，讓大家從共鳴到警醒。假如你身邊有年輕人想玩高空項目，不妨同佢分享呢件事，提醒佢多檢查、多問、多拒絕不明安全嘅挑戰。華市相關部門已經行動，公園停業整頓係第一步，但更重要係長遠機制。呢個報道講到呢度，希望帶俾大家思考同警惕。各位觀眾，呢段報道同你分享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嗱，最後咧要提一提大家啦，見到片尾咧有幾格嘅畫面啦，呢啲咧都係屬於我哋其他嘅影片，有其他唔同嘅題材，咁啊大家不妨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啦，多啲選擇或者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係咁先，拜拜。